早晨，局長，多謝局長今日嘅分享啦。就今日討論文件提出個方向呢，我係完全支持嘅，亦都借呢個機會呢去表揚啦。我覺得公務員學院喺郭院長同埋大家領導下呢做得非常之好，加強咗大家嘅心態培養啦。咁就向心力強咗，愛國情懷多咗，咁啊會做得更好。喺文件裏邊，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就喺討論文件第13項裏邊啦嚇。就有提到呢，就係公務及司法人員嘅薪俸同埋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秘書處撥款就會升，可以話3.2%啦。咁呢度就冇分拆開公務員同埋司法人員嗰個薪俸。我係有啲興趣，唔需要今日知嘅，如果書面都得嘅之後，可唔可以即係知多少少司法人員嘅薪俸？有冇有效提升呢？因為我哋要加強香港個核心競爭力啦，咁我哋做好我哋呢個香港嘅法治建設啦，國家呢方面都睇住我哋做啊，咁所以呢方面我希望可以做得更好。第二個問題呢，就係特首先生提到啦，我哋特區政府要強化我哋香港當家人嘅意識啦。要擔當做好香港責任人同埋嘅角色啦嚇，咁所以除咗我哋特區政府從近時半殖民地年代嗰種laissez-faire 嚇，即係積極不干預或者難聽啲講就可能係不作為嚇，某程度上到而家我哋希望國家都希望推動我哋做一個更有為嘅政府、更有效嘅市場。咁我哋去推動15規劃下呢，我想請教或者院長呢方面，我哋點樣推動一個新啲嘅文化咁部分官員已經做得好，但係未完全全方位落實。再唔係呢個少做少錯，唔做唔錯呢個文化呢？多謝局長。好，多謝主席。其實文件嘅第13段講緊嘅呢，就唔係公務員同埋司法人員本身嘅薪酬，係我哋有一個叫做佢哋我哋對於公務員同埋司法人員呢，佢哋嘅薪酬同埋服務條件呢，我哋有合共應該係4個諮詢委員會嘅。有一個係司法人員嘅諮詢委員會啦，有一個就係紀律部隊嘅，針對紀律部隊嘅，有一個呢就係首長級人員嘅，另外一個常務委員會呢就係呢啲嘅以外嘅公務員嘅。咁呢幾個諮詢委員會呢，佢哋要有個秘書處嘅。咁呢度呢就係講緊嗰個秘書處。咁秘書處嘅同事呢，就全部都係公務員嚟嘅，咁所以就係呢一度呢，主要嗰個加幅呢，就係因為人事變動啦，令到嗰個薪酬，因為有陣時換咗，因為佢裏邊都係一啲一般職系嘅同事啊。如果個同事調走咗，換一個同事嚟，而個同事年資係高啲呢，咁佢個薪酬會高啲，咁等等有呢啲咁嘅變動，咁所以有一個輕微嘅加幅，就係咁樣樣。咁如果係要睇翻司法人員佢哋嘅薪酬呢，就呢個就唔係喺呢一個總目，唔係喺呢個項目嗰度睇得到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呢，我講兩句答第二條問題，然後請院長答啊。其實點樣推動一個新嘅文化呢一度呢？我哋要喺各個唔同嘅階層全面咁樣做嘅。咁其實公務員學院嘅培訓呢，都係着重心態培訓，由我哋啱啱入職嘅公務員嗰個基礎培訓嗰度呢，我哋都已經係着重一個以民為本啦，一個服務嘅心態啦，一個對國家對香港有承擔嘅心態。咁喺裡面呢，我哋一路係咁做，而其他嘅唔同嘅職級，佢哋嘅一啲唔同嘅培訓呢，我哋都將呢一啲重點呢係深入咗喺裡面嘅。或者我跟住請院長再答一答啊。好，請院長。我都係會好簡短咁講一講啊。咁頭先講咗嘅咧，即係話以民為本啦，同一個政府啦，以結果為目標啦，呢啲都係我哋推崇嘅服務文化。我哋都好多心態培訓入邊嘅元素咧，其實係講緊咩咧？重塑因為香港意識嘅出現啦，嘅歷史嘅問題啦，咁我哋係重塑咧國家認同感啦，愛國情懷啦，認識國家嘅需要嘅大局觀啦、政策嘅了解啦，咁。其實到最終咧，呢啲你哋都聽過好多次㗎啦。但係到最終咧，我哋係要呢個公務員，尤其高級公務員咧，係要有一種主動作為嘅心態。佢係要主動去了解環境嘅改變，而唔係咧只係喺對於已經發生嘅環境改變咧去作出反應。咁主動同被動呢個分別好大嘅。我頭先講過咧話戰略思維，我哋講緊係話你
要求高級公務員咧喺做呢個政策嘅時候咧，佢係主動塑造外部環境咧，達至咧對自己有利，咁嚟先至去考量呢個政策嘅制定嘅。咁呢件事咧，一定喺時間軸上咧係超前去部署去發生嘅。我哋講緊關鍵能力啦，係一系列嘅嘢。我舉啲例啦，係對不明顯嘅因果關係嘅洞悉力，對唔確定嘅因素嘅預判能力，對唔完美嘅選項嘅取捨能力，對把握稍縱即逝嘅機會時機嘅決斷力，呢一系列嘅嘢呢，唔係教咗就識嘅，可能教咗都唔識嘅。咁所以咧係要一個比較複雜持久嘅一個浸淫。我哋睇到佢有個改變嘅時候呢，喺佢工作中慢慢展現出嚟。咁啊，呢個就係我哋一路秉持嘅一個宗旨嚇。好，最後到我本人發問啦。